新的交通部长李明坚今仔是第一届去到立法院备询，有关两方出团到底是敢要准？李明坚是在表明，双方都要对等来开放。未来上重要是要提升公共运输的品质。规个连续假期，坐客均有6节的优待。将近特别一个月，交通部长李明坚第一摆到立法院备询，电子简报当中，施政重点之一就是提高公共运输的品质。为明年春节开始，会有连续假期坐高铁客运6节的优惠。另外，规划对非通勤族的族群推出 T-Pass 2.0优惠，详细部分会继续付新车投入提高运能。我们希望高铁的新购的车厢。可以在这个3年内完成交车，那提升33%的这个运量。另外，原定6月7日要去马祖的中国福建采线团煞划停，经伫遐各界关心恢复交流进度。交通部观光署表示，采线团是延后，不是取消，目前一旦恢复，咱有缘望双方应对等开放。我们开放比较多，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自由行过去，那我们现在6月1号。也开始就是说，过去有成团的，或是有规划要组团的，我们也容许他继续的出团。好，所以在认定上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。好，那对岸是连自由行都没有过来。对中国团客来台经伫遐袂顶袂当，交通部无写伫业务报告当中，今日强调会扩大国际行销，争取包含转机客顶更较侪客源。目标会以117年达成来台旅客1400万人次，国土部分希望因到时阵达到2.2亿个旅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